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因为出事的人数持续比死亡的人数较少。今年1月份，台湾的总人口数是降到2341万人，结束连续18个月正成长。有学者表示，少子化甲人口老化是严重冲击劳动市场。安怎提悬生囝的意愿，是政府第一要紧要面对的挑战。台湾这阵囡仔生少，是不是要生少年世代？个人有个人的看法。我目前是没有想要，对，但是之后怎么样也不知道。我们有3个小孩，因为像最小的就是穿哥哥姐姐的衣服啊什么的，对啊，就是可能是学费会比较多一些。囡仔生少影响也反映在人口数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今年1月台湾总人口回降到2341万9千人，结束连续18个月正成长。113年1月的部分，因为这个社会增加这一块无法抵消自然增加这一块的一个负数，所以就看到了一个人口负数的一个状况。今年1月全国出生11023人，死亡19464人，自然增加呈现负数。以管期来看，只有人工关系出生数比死亡数较多。也来伫社会增加方面，1月迁入87743人，迁出79991人，呈现正数。也毋过2个加起来了后，人口变负成长。学者分析，2020年开始出生数就比死亡数较少，自然增加是生不如死。安怎提悬生育意愿是首要的条件。让女性她们也觉得说，生育对他们来讲，不至于是说让他们去丧失掉整个工作生涯，而是说他们可能可以在生育之后，即使短暂的离开职场，还是可以重新回到职场。以人口结果来看，0岁到14岁占11.91%，15到64岁占69.66%。65岁以上占18.43%。学者讲，囡仔生少加上人口老化，劳动市场欠人，社会福利支出加退休基金受到冲击的情况，恐惊会愈来愈严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